原來想像力係可以帶嚟一個不一樣嘅世界。咁咧，相信咧呢一代嘅年青人咧未必好認識《31萬能俠》呢一套嘅卡通片。《31萬能俠》呢個卡通片咧，其實最大嘅特別咧就係居然3架嘅飛機可以撞埋一齊，唔同嘅撞法就變成3隻，無論係重量、高度同埋樣貌完全唔同嘅機械人。咁我相信呢一個咧，俾小朋友嘅我咧一個無限嘅想像。原來呢個世界咧唔係淨係單單喺呢個科學、物質同埋理性規限底下嘅世界。原來想像力係可以帶嚟一個不一樣嘅世界。所以讓我哋咧由細細個開始，我哋唔係淨係滿足於眼前物質所讓我哋睇到嘅意義世界。原來超越咗物質以上，有一個讓我哋都唔能夠完全想像得晒嘅靈性世界。我相信呢個31萬能俠咧，都俾到我一個從超越嘅角度去重新去探究呢個世界嘅可能。